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顶礼拜台烦恼贪美风台，敢会扫过咱台湾的下港？好咧，加在落尾无做风台。拄啊好，即礼拜三就是24节开的双港。古早人讲双港风台就会走起场，意思就是讲为双港即个节开了后，咱台湾做风台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。有影是下拄下，枪拄枪。另外，双港有啥物款相关的俗谚语？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英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英伟。前几讲就是这个双港，你讲知影这个双港有啥物款传统的风俗，嘛有一寡禁忌。另外，甲双港有关系，这个台语俗语有啥物咧？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图咱来看卖，讲到这个双港时间，就是伫新历10月23，时间呢，就是伫24节气当中第18个节气。另外，伊嘛是秋天上尾一个节气。讲到这个双港啊，为啥物叫做双港？因为呢，这双港早起甲暗时是较冷的，这个时阵呢，水气就变做是霜，就叫做是双港。另外讲到双港一寡传统的风俗，第一个是啥物？会当欣赏这菊花。为啥物呢？秋天的时阵是菊花大出的这个时节，所以讲会当欣赏菊花，啉这菊花酒。另外第二个来看卖，双港的时阵早起甲暗时天气是变了较凉，凉的时阵就适合来爬山，所以嘛有人讲伫咧双港的时阵会当登高解忧愁。另外第三个传统的风俗是食这蛆仔，为虾米咧？食这蛆仔其实甲这朱元璋有关系。过去朱元璋还未变做皇帝进前，伊厝内底是较散吃的。有一天伊巴肚照枵，无物件会当食，经过这蛆仔树的时阵，就食这蛆仔，帮助伊渡过难关。所以后来呢，伊就代表这蛆仔有这消灾解厄、改变命运、帮助身体健康的这意义。上尾一个来看卖，讲到这个。双港的这传统的风俗，有这挽这菜头，为虾米咧？因为早起甲暗时天气变到遮尔冷的时阵，大家赶紧甲菜头挽掉，避免互伊冻歹去。另外来看卖，讲到这双港嘛，寡传统的禁忌。第一类是啥物咧？因为这早起甲暗时天气变到遮尔冷，所以都爱卖食遮尔济较冷的这物件。另外秋天到啊，真侪人都会出现这秋燥的这问题。这个时阵呢，空气较大，水气较少，这个时阵呢，真侪人身体都会出现状况，所以卖食遮尔咸，卖食遮尔刺激的物件。另外呢，嘛卖遮尔晚困，另外注意身体健康，卖感冒啊。上尾一个来看卖，讲到这秋天哦，真侪人天气变了凉，真侪人都会困较晚、困较久咧。啊，毋过千万莫困遮尔久，因为会影响到身体健康。另外来看卖，讲到这双港哦，嘛有一寡传统的台语俗语。第一类是啥物咧？第一类就是9月起9港，草头啊无地藏。9月时阵会吹这9港风，东北季风吹过来，把这个帽仔拢总吹走。原本藏伫个帽仔内底，草头啊就无地藏啊。另外第二个来看卖，就是这双港风台走起场。秋天了后呢，这风台数量大大变少，所以就有即句俗语讲双港风台走起场。另外第三个看卖，就是双港豆旱落麦。双港的时阵有适合种这土豆，另外呢，这旱落的时阵适合种这麦啊。第四个来看卖，就是双港稻仔济，牵牛就家己犁。意思就是讲，若是来到双港的这个时节，这稻仔无生了遮尔好的时阵，就会当用这牛家己来犁田，家己拢总除掉。另外一个来看卖，就是今年补透透，不如补这个双港。秋天是真适合来进补的这个时节，进补的时阵爱补啥物咧？会当补这白色的物件，亲像是白菜头、白菜。另外呢，嘛会当补这高丽菜，拢是真适合的物件。上尾一个来看卖，就是这双港有一叫乌寒死无药，意思就是讲，若是双港即天出这大日头，寒天就要特别注意，这寒天有可能变了真冷。好，这就是我甲这双港有关系台语小语，提供给大家做伙来参考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